芭蕾奥运已经结束啊，咱的国手还有教练团陆续回来到台湾。早起坐飞机回来台湾是摕到1金2铜的木胜区的团队，其中嘛包括为台湾摕到这一届第2面金牌台湾的军校林旭长。这个到机场，到这迷众呢，大家个微调咧看会出来，伊人气真悬。啊，即马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要做反霸凌国家公益大赛，要用这摆奥运的经验向霸凌宣战。智慧科歌唱礼物，迷众唱歌一直叽叫，因为台湾女将林旭长挂奥运金牌，恭迎倒转来。世界军校人气强困，有民众拄好是生日，林旭长马上祝福予伊，当时嘛受民众卡比喊灰，想要翕相签名来祝福，行到大人气旺到大，恭迎倒转来林旭长，今麦唯一想要做的就是好好休困。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饱餐一顿，吃自己想吃的，然后喝自己想喝的，那好好的跟我的床培养一点感情，然后再重新出发。想要甲碰撞，培养感情，所落来阁有新任务。看到边仔的人形徛牌，就知影林旭长的新身份，就是担任反霸凌国家公益大赛。因为家己拄过，要来宣誓反霸凌的决心，受到国际真侪怀疑的伊，无加讲受罪，心内敢若感谢念念。台下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教练，他很辛苦。很努力，然后帮我承担了很多事情。那我在这边要特别的感谢他，帮我扛下了所有。摕到金牌，成功让世界看到台湾。林旭长讲到，真介意大家为这个独一无二台湾查某囝的称呼，还蛮荣幸、蛮荣耀，然后可以获得这个称号，做自己的光，然后照亮别人，然后照亮那些曾经黑暗过的地方。那希望给他们这些地方多一点力量与温暖。林旭长超讲这个世界，别将什么甲伊讲，徛伫咧奥运擂台全力拼战，唔惊风雨里，已经伫咧台湾人心肝内光影影闪烁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